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进入耶路撒冷。古时候的谚语这样说：不入虎穴就焉得虎子。国王呢，必须要登基才能当王，战争必须要有插旗才代表圣战，服侍必须要进入圣殿受膏立才能成为主的仆人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的这个救恩，就是要进入耶路撒冷才能够成就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坚持要走向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耶路撒冷是大卫筹划，所罗门完成的一个圣殿的所在，代表着上帝的地方。虽然我们知道上帝并不需要人手所造的房屋来作为他的圣殿，如同昨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到第2节，经文这样说到：我们的大祭司耶稣。我们所讨论的重点是这样：我们有这样一位的大祭司，他坐在天上至高权力者的宝座右边，他在至圣所供职当大祭司。这圣所不是人手所造的，而是主所建立的真圣幕。虽然是如此，耶路撒冷圣殿对于犹太人而言，却仍然是代表着上帝临在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昨天谈到哈拿，他好不容易得到上帝赏赐，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，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也同时决志了要将这个孩子来献给上帝。哈拿在撒母耳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预备他、教育他、培养他，并且在他断奶的时候来带撒母耳去到圣殿来献给上帝。哈拿心里就很欢喜高兴，因此他就又对上帝这样子祷告说：哈拿的祷告，上主使我心里充满喜乐，上主使我抬得起头，我向敌人发笑，因上帝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我有上主神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圣者。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。你们不要再发狂傲的声音，你们不要再说狂妄的话语，因为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，他审断人的行为。勇士的弓折断，软弱的人变为强壮，富足的人反而为食物劳碌，饥饿的人不再饥饿。不育的妻子生了7个儿女，多产的母亲丧尽了子女。上主能使人死，也能使人活。他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再回来。他使一些人贫穷，一些人富足。他使一些人卑微，一些人尊贵。
他从灰尘中提升穷苦人，他从粪堆里抬举贫困人，他使他们做王子的有伴，使他们得荣耀光彩。地的根基是上主所立的，他在上面建立了世界。上主看顾他忠心子民的脚步，邪恶的人要在黑暗中消失。人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取胜，上主要除灭自己的仇敌，他要从天上雷击他们。上主要审判全世界，他要赐能力给他所立的王，使他自己选立的君王昂首凯旋。我们看到了哈拿以他自身的经验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应许。他说，上主看顾他的忠信子民的脚步，邪恶的人要在黑暗中消失。人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取胜，上主要除灭自己的仇敌，他要从天上雷击他们。上主要审判全世界，他要赐能力给他所立的王，他自己选立的君王昂首凯旋。是的，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得胜，只有依靠上帝才能胜过全世界。我们看到上帝赐能力给他所拣选、所差遣的耶稣基督，让他能够来胜过阴间的权柄，来得胜有余。这个拯救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在前言也谈到了，耶稣基督必须要进入耶路撒冷，才能够整全的完成上帝拯救的计划。谈到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如同君王进入耶路撒冷一样的得到了荣光。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情景。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，到了橄榄山的伯法其和伯大尼。耶稣打发2个门徒先走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到前面的村子去。你们一进去，就会看见一匹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拴在那里。你们把它解开，牵到这里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告诉他，主要用它，用后会立刻把小驴送回来。”他们去了，看见路旁有一匹小驴被拴在门外。他们正在解开绳子的时候，有些人站在那里的人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解开小驴？”他们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回答。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小驴。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，把他们的衣裳搭在驴背上。耶稣骑了上去，有许多的人用他们的衣裳铺在路上，有些人拿田野里砍来的树枝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们喊着说：“颂赞上帝，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而来的那位。愿上帝赐福给那将要临到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国度。”
颂赞归于至高的上帝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进圣殿去，各处查看一下，因为天已晚了，他就和12个使徒出城到伯大尼去。耶稣基督他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，当时候的犹太人误以为他要成为犹太人的君王，要带领他们打赢罗马政府，建立自己的王国。因此在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兴高采烈地迎接他。但是当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世上的王权，而是要完成上帝的救恩的计划。光荣不是为了给全世界，而是要归于上帝。如同路加福音第2章天使报佳音时所说的话，在天上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。从今以后，万民将称我为有福，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。他的名神圣，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，代代无穷。他伸出全能的手背，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寂寞。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，他又抬举卑微的人。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，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，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。他顾念亚伯拉罕，向他大施仁慈，并且给予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愿荣耀归于施恩的上帝，盼平安赐给所有跟随主恩典的人。求主施恩赐福，使我们如同20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群众一样，欢迎主进入我们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王。愿荣耀归给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